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月初10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明仔暗阁有寒流要来啊！拜二到拜三透早会上介寒，台南以北干那6度到9度，关山有机会会落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讲，解除台美断交以来往来制限，强调英国是咧按打中国未来袂阁安尼做。中国河北的新冠疫情未收煞，首都的北京也有逼本土病例就加增，大约2000人伫厝隔离一天。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天气。今仔日透早，全台湾的平地上低温是伫咧苗栗的公馆，敢若3°C，是入冬以来上低纪录。虽然今仔日有较小落，不过明仔暗阁有新的寒流要来啊。拜二到拜三的透早会上介寒，台南以北敢若6度到9度，观众朋友都爱注意身体状况。台东县南平深山海拔2350公尺的向阳派出所，礼拜透早落雪。树仔规片变甲白的白，袂输是伫咧外国共款。透早各地受到辐射降温的影响，全台湾上低温出现伫咧苗栗公馆，敢若有摄氏3.4度，嘛创下寒冷以来平地上低温的纪录。桃园大拉山的温爱农场，透早嘛有袂少民众上山看雪。雪也下得非常大，游客来了很多，大家玩得很开心。但这第二天了，目前温度已经慢慢的上升了，现在雪开始在融化了。礼拜日是出日有回温，树仔顶的雪嘛开始咧扬。礼拜好天无偌久，11开始北部会阁反冷淡湿，台湾北部、华东地区，还有中南部的山区会有阵雨。以明天的天气上来讲的话，其实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偏湿的一个情形。那在北台湾是比较容易下雨的天气，华东地区跟中南部山区是也会有局部的降雨出现。气象局指出，11拜一阁有一波寒流会到位，拜一愈暗，气温会阁愈冷。台南以北上低温会伫12到13个透早，北部气温会降到6度至9度。北部1500公尺以上的关山，水汽若有够，有可能会落雪。那中南部的低温是10度至12度。最冷的时间点，就是落在周2晚上到周3清晨这段期间，由于寒流加上辐射冷却的一个效应之下，那我们预计在台南以北的地区大概就只有6到9度的低温，其他地区也只有10到12度的一个低温出现所以请大家还是要做好保暖的工作。气象局预告，寒流会伫13拜3减弱，一直到15天气是较稳定的。记者综合报道。一波一波的寒流，唔但影响到咱人的身体状况，让鱼检嘛酸痛较真严重。屏东佳冬连年就会当收成的莲雾，有8成拢当上落伫咧涂骹。根据农委会统计，包括莲雾、碰柑、沙巴鱼、甲鲈鱼等等，都已经符合天然灾害救助的标准。行政医疗组真将食材莲雾寒害损失，当场也试食6loại莲雾。这莲雾食起来软软较无甜，搁再过1礼拜就使采收来上市。就算位伫咧南台湾的屏东的佳冬，也是袂堪的这个低温，也袂熟的莲雾8成6个，我都采收来卖，七分稀少，损失惨重。屏东的莲雾即要大出，却是对去年底面临连续的寒流，而温差大，更加是影响莲雾的成长。拢全鱼啊！你个看这拢种鱼啊，全部啊！这你来看，另外这种鱼啊。每个农民真的是蛮辛苦的，因为那个体力的透支是蛮大的，而且当然没有相对的代价。农委会估计，屏东的莲雾栽损已经有40%，超过现金救助标准。而苏金昌也要求县府甲农委会简化天然灾害申报流程。农民真甲咱咧顾到咧袂花，要叫伊搁办大队手续人，足艰苦的。结束屏东的勘灾，农委会主委陈吉中下晡也到家己的布地勘察水产农业损失。陈吉中指出，包含莲雾、高接来这15项农产甲养殖业已经陆续公告灾害救助。包括莲雾，包括高阶梨，包括捧柑，甚至连我们的凤梨10几种作物完全的受影响。那养殖业的部分，很明显的从彰化以南提升到台南。那除了我们的文蛤的混养的养殖以外，我们的金目鲈、我们的虱目鱼等这些也全部遭受影响。不过，陈局长也讲，灾害救助难以弥补农民的实际损失。像屏东3分地莲雾园营收成卖出90万，不过政府补助也无到3万，呼吁农渔民投保农业保险，因应极端气候影响。记者综合报道。
家家户户团圆的大日子，新正过年就要到啊！侪侪出国打拼的人，拢在望这段假期会当回来台湾。不过这一冬，因为新冠肺炎，入境就要检疫14天。虽然指挥中心是开放集中检疫所，让有需要的民众会当伫网络顶注文。不过因为中国封锁真侪国外网站，伫咧中国的台商无法度申请，打电话订防疫旅馆嘛拢订无，是头壳无咧烧。过年真侪人要回来过年，加上防疫旅馆无够，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找到集中检疫所，让过年要回来台湾的民众来申请。不过台商回来台湾进前，必须要先申报大的旅馆也是集中检疫所。就台商表示，网络限制申请真困难，有人决定取消回来台湾的计划。透过 VPN 才能够翻墙登录上面。那还有的人有了 VPN 也不一定能够翻上去订这个酒店。市政府表示，有中国侪网站遭到封锁，造成台商无法连上网站来进行申报。卡国际电话想要预约防疫旅馆，也得到无空房的回复。以后由政府做出配套的做法，让台商能安心顺利来登来台湾过年。不足的时候，我们就会再把这个再检讨、再释放出来。好，那当然。交通部观光局这边的防疫旅馆的数量也都在增长中，所以这2个方面都是可以提供我们国人回国的时候做使用。王必胜表示，到初10早起9点，已经有818人申请，大约占床位的54%。强调未来会看申请的状况来进行检讨，并且适时增加床位来应用。看到农历过年即要到啊，台商拄到的网络连线的问题要安怎来解决，也已经是赶紧爱解决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国河北的新冠肺炎疫情，今仔日河北的本土病例佮破最近的新冠有46例，其中石家庄就有44例，而且离河北真近的首都北京也出现一例本土病例。河北省进入紧急状态，石家庄甲邢台市等所有的居民大约有2000万人，拢爱伫厝隔离7天。河北省陷入紧急封城的状态，石家庄甲邢台市等的所在宣布全民爱居家隔离7天。所有的人袂当出门，袂当群聚，嘛袂当离开社区。算的河北省差不多有2000万人隔离伫咧厝里，甚至有民众为别位做工课倒转来，因为社区封锁，袂当回去厝里。是我们晚上加班，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又回不了家了，然后商量说这也不行啊，这干什么事啊？出去帮忙吧，说你们需要什么，给你代购一些东西。我们就直接装车，那我们有专业的车队啊，我们有员工自行组织的车队，我们就送到了小区内。隔离7天，生活受到冲击。邢台市用物资配送车，送民生物资进驻每一个庄仔头。中国卫健委通报，查到新增加48例本土病例，其中有46例拢伫河北省，内底有10个人最近捌参加婚礼。因若石家庄调度3间病院，加做疫情后备病院，会当提供2500个病床。为初6到初8，河北省石家庄全市头一批核酸检测，拢总验出364个人是阳性。因若检测人员是忝到怎伫遐休困。在对石家庄市、邢台市发现阳性人员的重点村庄、族户、族人进行拉网式排查，严格控制村内聚集性活动，引导村民尽量少摆席、少串门、少走动。另外，北京初9嘛新增加一个本土病例，甲一个无症状的感染者，是网络出租车的运将。最近捌离开北京去食喜酒，2个人是爸仔囝的关系。即卖疫情愈来愈严重，中国官方呼吁民众过年伫咧做工课的所在过得好，嘛要求爱取消聚会、婚礼，还佫有每个聚餐、甲家村等群聚的活动。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看国外，印尼的属地航空三佛齐航空一只客机将对首都雅加达机场起飞了后失去联络。印尼官方证实，飞机已经坠落大海，目前正咧超找，好亲像已经有获到飞机的残骸，佮有疑似乌鸦的信号。另外，西爪哇省因为大水河水崩山，11个人死亡。直升机伫发生事故的海峡附近顶悬咧飞，主要超找范围是伫雅加达北部的外海。救援人员准备落水找人，包括几啊百个军警人员，还佫有10只军舰，持续伫海峡甲空峡斗找人。军方伫海底23米深的所在发现客机的残骸，还佫有物件，推测可能是飞行机墜落海的所在。Ada warna kuning, warna biru yang dimungkinkan itu adalah dari bagian dari pesawat demikian.
印尼三佛起航空一架波音737-58客机，原底车到下晡2点36分，要为雅加达起飞，不过因为落大雨，延后1点钟起飞。不过煞伫4分钟了后，甲塔台失去联络。迄当阵飞龙机顶有载62个乘客甲机组员。当地渔民讲，有听到真大声爆炸的声，搜救团队透过水底金属探测器甲定位的仪器，发现那像乌阿爸的信号。 Ditemukan juga adanya sinyal kontak 2 titik, mungkin diharapkan itu kita mengharapkan apa itu black spot atau apa begitu, tapi sedang kita dalami. Ya. 是因为天气、机械或者是其他的原因，致使客机墜落海失事，还佫来调查。不过，互印尼救援人员苦撞的，还佫有4爪瓦省。救援人员要甲这只救护车为土内底扛出来。 因为大水河引起水崩山，造成11个人死亡，18个人受伤。国家灾害应变总署发言人伫声明当中讲，离首都雅加达东南边150公里，4爪瓦省的一个庄仔头，车到下晡4点到暗时7点半，发生2架水崩山。当地气象单位警告，可能还佫会有大水河影响救灾工作。记者综合报道。 搁剩差不多10天，美国总统就要换人啊。不过目前也是总统的 Trump 煽动支持者冲入国会，阻碍总统当选人拜登的认定停书。因为不即吹，国会准备11要弹劾川普。若是这个定书草有了，这就是伊任内第2遍去放弹劾，也是美国头一个放弹劾2摆的总统。 加州的台湾的众议员刘文平，罗德岛众议员大卫西西里尼，加马里兰州众议员詹米拉斯金，3个人所倡议的弹劾川普案件，指控川普煽动暴力行为对抗美国政府，想要推翻选输拜登的事实。加上伊把打电话给交伫亚洲州务卿拉芬斯伯格，协迫伊找出有够胜选的票予伊，做了政权和平交接。 虽然内容讲，川普的种种行为显示，若是可以继续留任，会对国家安全、民主甲宪法造成威胁，所以讲提案来解弹劾。We already have the full speech of Donald Trump at the rally where he's inciting the people to attack Congress and the Capitol. We have his repeated statements on social media. We don't need to do a lot of investigation because this is all out in the open. So this is a different case than, for example, what happened with the first impeachment. 车楼造成5人死亡的华府大暴动了后，刘文平这人就在议员中间推动签名的联署，到车到得到185名众议员支持。刘文平讲，因为在10月正式提出弹劾案件，若是顺利在众议机关会送到参议院举行审判。离1月20拜登新政府上任敢若剩9天，是不是法度完成时间是非常的紧迫。若是完成，川普正做美国史上头一位在任内获弹劾2摆总统。另外一方面，联邦调查局甲司法部门逮捕甲起诉华府暴动参加者行动正积极进行中。极右派阴谋论团体稳重4名正 Q 的牧师杰克安丘利，走入去议长佩洛西办公室破坏理查巴奈特，搬走佩洛西港台的亚当强森这人，拢已经互抓起来。FBI 也呼吁民众协助对社群媒体，也是对监视录影带内底来指认参加暴动的人，并且提出5万块美金的奖金，要找出车6迄天在华府民主甲共和2党总部外口安坑炸药的嫌犯。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咱来关心国内消息，先来看中华。这2天因为寒流，温度降真济，今仔日有较小落一寡。不过温度安尼起起落落，互中华县警察局外壁的态度碰降落来去牵着车。目前警察局已经请人甲态度卡落来，搁安防护网，才袂去甲过路人跌着。大楼的外壁，因看到遮落一片，迄边嘛减一大片，已经袂少的泰鲁已经落落来。因为烦恼讲，若是泰鲁搁熊熊直接落落来，会去讲到下面经过人车造成意外损伤。工人有时坐上升降机，赶紧甲外壁遮已经有碰起来的泰鲁一块一块卡落来。这一次寒流，它再降到10度以下，像现在气温回升到16度以上，对，它就是会热胀冷缩。对，就造成那个瓷砖玻璃。彰化县的警察局大楼已经使用20多年啊，外边的态度陆续出现落落情形。不过最近寒流来袭，气温大大降低，离夜温差搁大，结果互外边态度落落情形搁较严重。真侪所在闭气有一寡已经碰起来，有的民众甲车停伫警察局边仔停车架，结果就互落落来态度直接降掉。县警局应该要尽快的来这个
整修那个墙面哈，不然至少哈应该哈要在下面哈要加那个防护网，以免那个砖块哈在热胀冷缩的时候剥落哈。还没有修复之前啊，我们会来架设在底下来架设防护网，以防瓷砖脱落下来砸到这个路人。中华县警察局表示，原本就已经规划要向县府争取大约2000万的经费，要甲泰路全部卡掉。但是呢，不过有计上紧，今年热天才会动工。不过因为最近温差伤过大，造成泰路拢落来，会优先来处理。另外也大些防护网来防范，避免人车去损伤到。记者综合报道。真理大学台湾文学资料馆标出甲大门的锁换掉，唔互管理资料馆10外档有济心血拢藏伫咧内底。教授张良德入去，今仔日张教授参加一场学术检讨会，面对媒体采访，伊表示讲明仔载就做一遍功课手册。真理大学台湾文学资料馆的争议事件，昨消息一传出来，文学界真侪人出面赞声。张良德初集出席中央大学的学术研究会，讲到换锁事件，伊是感觉真委屈。郑老师会不会觉得这样很委屈，被学校？那当然了，当然这个我等一下也会讲，我今天的讲稿也没有，就被锁在我办公室里面，没有办法拿不到。1月5号，因为学校放假已经过了，我以为是没有什么问题，结果这个有客人要来参观，也不能进去，我带着客人，结果这个门是锁的。大选伫网络顶替张良德出声的郑恩伟，研讨会拄好甲张良德共场，并对媒体访问，伊表示张良德教授原本一直阻挡伊公开这件代志。对他当初一直阻止我，他是怕伤害到学校然后也尤其怕伤害到台文系所以后来我是觉得肖胖这样子在无预警下就直接2度换锁。我只是帮他抱不平而已。针对校方发表的声明，张良德教授的学生嘛捌和老师做回整理大本馆资料的蔡成汉同学无法度认同。现主是即马的这个状况，就是讲你甲名义上的负责人锁伫门外口，你讲你要搬点，安尼我就唔知影讲这搬点是要为倒开始，要安怎搬点？这种行为我是感觉真无迄个社会做代志的观念啦。真理大学校长陈其明昨落南表示，要甲张良德教授面对面沟通。不过，伫台北有公开演讲行程的张良德讲，拢无接到校方电话。针对这件事件详细交代，明仔载下晡2点会伫台南公开对外说明。外界有任何问题，伊嘛做一摆回应。记者杨淑晴、谢桂林、林伟婷综合报道。脚步行到兰屿，兰屿是台湾的第2大外岛。不过因为教育的资源真欠，侪家长拢会把囡仔送去本岛读册，有袂少人大汉了后就留伫本岛发展。有一位即马伫咧兰屿的国校教册老师，嘛是自细汉就互4大人送去本岛读册。不过伊毕业了后，决定转去兰屿教册。咱来看伊就求学的过程当中心情的转变。今天礼拜3是半天，所以请你好好写，1人1张，只有1面而已哈。待会老师作业会发给你们哈，抄联络簿。上课钟声等啊，学生囡仔赶紧行入教室准备上课。但咱所的囡仔伫读册这条路，就比别人较早面对是毋是爱离开厝内来去外地读册选择。厦门越南们，兰屿在地人。伫国校的时，伊的爸爸就决定把伊送来台湾读册。因为那时候我们学校在兰屿学校班级都小班级，人数很少。可是我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到台东新的环境，人数30-40个，让我有点不知所措。所以我当下就觉得我有点好像快格格不入的感觉，因为其实我都是新面孔，然后没有习惯的海边跟山脉。深头仔伫台东，厦门越南们真袂适应。嘛想无爸爸是安怎一定爱伊来台湾，一直到大学读美术科，才开始透过创作找到家己的文化认同。兰屿对我来讲又近又很远，因为其实我都是在台湾念书，所以来这边就开始觉得，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可以对
自己的学校母校可以做一些事情，所以很积极在艺术领域相关或者其他领域相关去了解孩子们这边孩子们需要什么。这次放的是海洋，就是也是跟我们相关的哈，也是跟12月的主题有一点接近，海洋奇缘。厦门越南们伫台湾读册了后，回来兰书服务。若目前读兰书高中的是丽娜恩，是捌来台湾读册，不过后来决定过转去兰书。在兰屿的时候很想出来读书，但是到台东之后才觉得说，原来在外面生活那么辛苦，什么就是在外面什么都做不好，就是觉得课业也会跟不上之类的，然后就觉得说什么，那我不如回家去学我们自己的文化，反正我的文化就是再不恶补，我就觉得我可能不是兰屿人了。对学校的选择，每一个人拢有无同的思考。厦门越南们讲，以伊做老师的立场，是真鼓励囡仔若有机会到出去看世界。因为其实他在6年这个国小阶段，其实有实验教育，有国小，他其实这个童年，我觉得对我来讲啊，其实应该是够的。反而是说我们如何跟国际接轨，但是又没有这样的师所，我们必须没有这样的环境的刺激，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身体带到台湾，然后去感应。要安怎让兰书的囡仔有多元的文化刺激？学校伫课程做调整改变，若是有机会，嘛鼓励囡仔出门体验世界。不管是毋是留伫兰书，徛伫家长和老师的立场，囡仔的需求受到权，这是上重要的代志。记者杨淑晴、曾培文台东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是10度到13度，中部地区是11度到17度，南部地区是13度到21度，东部地区是12度到20度。来看外岛地区，外岛地区是5度到14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